宜蘭縣書範指出，林德里是客家區人口數上濟里，不過因為找無適當用地，目前也無活動中心，所以佇總日巡希望市府結合現有藝文展示館的空間來擴大規劃。宜蘭表示，現階段困境就是展示館也無達到使用年限，嘛需要耐進補強，符合安全結構，一並向市長黃偉哲請命。對此，市長嘛答應先編規劃會，一步一步解決。長期以來，學甲藝文推進會對於我們學甲的藝文推廣非常的用心。我認為說，如果可以創造雙向共贏的話，那何不我們一起坐下來？一樓我們規劃為活動中心122坪，2樓我們的藝文展示館，我們還是在這邊。可是我們把整體的規劃，我們把它細膩做規劃，讓我們雙向的空間可以共用，讓我們的里民也可以接受到我們的藝文陶冶，這樣不是雙贏嗎？市長，對，承諾議員，我們第一個先去溝通，然後開始準備規劃費，而且規劃費不一定的一定要用明年或者什麼時候的年度預算。規劃費今年就要給我了。對啊，我們可以用2倍金啊，哈，好不好？我們就這樣子處理，所以，但是到時候你不要罵我說2倍金要拿來救災用了，都拿到這邊。這個是對於地方上有大大的幫助，這種要罵你，所以你要講，我也於心不忍啦，我一定全力支持，為了我們地方上我們里民的活動中心，這樣子好不好？宜蘭進一步用以拄着家庭暴力的個案為例，來關心大北門區攏無一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會當互鄉親就近得到輔導甲關懷，所以強烈要求市府善用北門兒療所等已經無再使用的派出所來轉型活化，不管是生活中心，或者是老人俱樂部，攏是地方所需要。台南新聞，軍籍林盈光採訪報道。